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咱来开始啊！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午安，您好哦，我是雪龙。你小酒的时真正拢是照你当下的时间伫拍照，有关系吗？你啊中昼都因为嘛是有人听，有的来中昼听，有的人暗时听，咱这听也无安。咱中昼敢有伫讲午安？咱较少对无？就想家遐讲家遐，也无限制啊，自由发挥嘛。食饱未？自由随时拢会使使用。你食饱未拄着，我特别食点心嘛啦。像我家己伫工课上吼，当下拄着阮的即个市场的摊商，看着我反正12点嘛吼，我讲伫遐，嘛是食饱未？因较少讲食饱未，因拢用问的，比如讲讲即个你还未食？你个当下无食饭？无就是，哎呀，真是咧讲你未食。几点啊？我无去歇困一下。因的关心甲因拍招呼的方式，小酒的方式吼，真趣味，拢会是问你是安那什么代志还未做？因为伊可能知影你的时间啦。嘿，因为我差不多中昼时阵会离开市场去别位的办公室。阿姨就是。定定摊商来看到我，你这时阵还佫伫哩？哪袂转？表示讲你还未食就对了。这就是伊的关心啦，伊甲你拍招呼的方式就是安尼嘛。哪袂转？就是安尼，敢若想要甲你赶转啊，毋是，就是伊的惯势就是安尼。毋是啦，迄是讲话语的关系呢。我要来问你一个问题哦，花莲。咱的即个东部的县市，你嘛是讲花莲？阮这拢讲花莲，有啦，有些就讲花莲，拢有讲都可以。花莲，我嘛拢听有啦。我把关系讲花莲，有啦，会讲你要去花莲哦，有时讲有啥朋友来别做讲，无啦，即个去花莲，都一样。花莲系无错，拢共款。我现在讲到花莲咧，其实是因为这两天我拢伫处理这个接待花莲市长的这个工课上的代志。市长联谊的款哦，参谋是一个交流啦。那因市长有来安尼哦，动用个市长啊。带大家做伙来安尼，因市长真少年。哪只功夫？因市长真少年都影，我想讲认袂出来市长打一个，知影是讲工作真悬我当然我会甲大部分摊商有一寡互动啦，开讲一个啦，或者是甲大家说明吼，因需要了解问题，或者是你提问运作。是。那当然都甲大家开讲大家问真侪问题啦，嘛真趣味吼交流嘛吼。但是有一个较趣味是后来我甲知影讲阮的即个。委员吼，阮家己市场内底委员就甲我讲，拄则有一个你问讲迄个，你毋知有结婚啊未吼？就是想要介绍查某囝。大家真鼓吹你，咱嘛头一摆见面，就要来招囝婿，较伤紧一煞。无你嘛相片先团一下来看一下，对无？无来个伤寒吧。团一下来看卖啊，一个甲来考虑嘛，对无？咱来讨论。看啊，就讲好。头一工见着面也无讲正式甲大家讲着啥物话，主要就是因为我我伫头前甲所有的人讲话，70-80个人，你一个人对所有的人讲话嘛？嘛有人当作讲恁阁有请主持人哦，是讲哪有人市场伫观摩交流，佮请主持人要创啥？是要结婚啊？是暗会个，是要主持暗会，还是买个哦？嘛真趣味大家都咱这摊商花莲的乡亲啊，是花莲无共，拢是花莲的乡亲，真古锥，真招囝婿就当作有主持人，这真好耍啦，甲大家分享一下，因伫内底嘛拢有消费，你知影？来带人来观摩交流嘛，真正有即个推动着地方的经济发展促进啊！我有一寡摊商生意袂歹，主要就是你看像即款的即个市场交流，一般大概
青物件较无法度来讲鱼啊啦、肉啦、菜啦，无啥可能讲甲买倒。大料吼，一坑里吼，是，迄是爱啦。糕啊啦、饼啦，即款卖较足好诶。因迄边无诶物件，交流嘛，无共人无共做法安尼。转去呾分一下厝边一个啊，对，无共款诶物件啦。是啊吼，甚至有人去买即个日本盘啊，我嘛毋知啥走来去来，我即个讲，即个百货啦，讲金即款诶话买日本盘。因迄边无嘛，介意就好，你介意就好。像咱这人来去迄边感谢高官啊。像咱这外地去因遐，像咱这外地人去因遐，嘛是拢去买因遐石头啊，大理石。较意思啊，东西较少一寡啦，我嘛毋知。一寡算诶物啊，敢若像迄落石卵迄无，迄啦，咱这边无，着互相交流啦。对啦，真心实啊，好算啦。好，我即边袂使讲伤长，开讲我毋敢讲伤长啊，因为咱顶边我着讲你即个应该会使豆豆啊讲吼，我后壁即个故事较短，收一个点通情。袂准，我当毋敢讲即个延前吼，我也是好好来讲咱家己诶故事较重要。你讲延前，真诶想讲香肠咧。来，咱来正式进入咱今日即个故事。来咯。顶一集，咱来到宜兰河畔，拄着日本时代大生理人、大企业家黄载寿，对无？咱有介绍到即个黄载寿的事业版图真阔，而且佫是一个善人啦，善人一个善人，善良的人啦。对因的即个餐店也是电容嘛，拢真好。当然南洋理中的设立也甲伊有关系。这拢有讲到过啊。但是即个善良的生理人咧，对你就无遐尼善良啊。你甲说明千好的代志，希望讲伊甲你提供线索，通啊，互你到尾啊，伊嘛是爱你回答出伊出的问题。来做条件交换，甲愿意甲你讲，对无？来，咱来回顾一个顶边伊出的即个谜题吼。黄载寿出的谜题是啥咧？伊伫咧纸面顶悬写下5个字词，有礼品，有货色，有生理，人体，甲遗产，总共这5个字词。你若自头至尾拢有对着咱的故事甲谜题，就会发觉讲，咱所有的即个谜题主要拢是台语，内底用字大部分拢是台语。当然，即个题目出来嘛是即个台语拢读会出来的字词啦，所以我当时用台语读嘛吼。那这每一个2字一组的字词，中央拢有插入一个四角箍啊。会记得无？顶个讲拢有四角箍啊。每一个字词诶，拢伫咧伊诶即个四角箍仔诶正手边，拢有一个顶号、等于、等号、顶号。向看起来就感觉讲是礼品等于货色等于生理等于人体等于遗产，一直到遗产诶正手边诶即个顶号诶各正手边，佫有一个疑问号、问题号，也就是问号啦。也就是讲等于3个意思啦，等于加问号，就是讲等于3嘛。是啥物物件安尼啦？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啦，下骹嘛真好心啦，咱有提示嘛，咱来看提示安怎讲。伊讲生理之道无别项，千岁万岁，毋达贯彻而一，把握中心思想，自然左右逢源。咱同齐是安尼讲。你看咱的题目有遮尔侪顶号，佮对照着提示讲的。贯彻而一是真对当啦，就是讲等于嘛，你边就等于即个对应着伊即个提示讲贯彻而一嘛，贯彻如一，贯彻如一。过来咧，伊讲即个把握中心思想，就是重点的，你会使讲重点就是即个中心思想，就是讲每一个字词的中心，中心是啥？中心敢若要互你填字安尼，是毋就是迄个四角箍啊，就是迄个中心嘛，就是要互你像咱以前算游戏是好读书的时候，是，要互你填下去，把你写入去。过来看上落尾一句，自然左右逢源。左右逢源的意思就是讲，我这边嘛倒会起来，我迄边嘛会适配吼。所以咱就爱重新来看待这5组字词。因每一组字词，若是高一组死就无通左右逢源啊。也就是讲，咱以这个头一组字词礼品来举例好啊。咱头一组是这个礼品，
礼甲品的中央有一个四角箍仔。嘿，照过去咱知影媒体应该拢是汉字啦，吼，咱目前为止所有的媒体拢是汉字，表示讲即个箍仔代表一个字嘛。是哩，即个字咧，去甲礼品的即个礼字夹做伙，会是一个词；去斗礼品的品字，嘛会是另外一个词。吼，而且你看哦，伊爱是中心意思，表示讲即个是拢会两边拢通啊用啦。变成讲伊爱必须爱是即个礼什么，或者是什么品，吼，大概是安尼的感觉吼。才会使斗会起来嘛，啊那这什么咧，就是爱一个字嘛。同样会色嘛是会什么吼，啊加即个什么色吼，同款意思。后壁生理啦、人体啦、遗产拢是同款意思，拢是前一字爱斗即个媒体变成一个词，或者是后一字的头前放即个媒体嘛变成一个词。安尼，那安尼看落来，你有想到可能是什么字无？一头壳看看，啊，混沌啊！那你唔知咱的听友敢有找出媒体啊？吼，咱已经甲即个概念讲互大家听吼。即个其实第一是要考验你的即个敏感度甲观察力。你看伊每一组字词拢有四角箍仔甲拆开，而且有5组共款的物件。这个人有甲你用出来无？有人回答讲小可困难哦，唔知是为着甲我安答，还是真是讲我无啥确定啊？你讲无啥确定哦，所以咱就等来甲大家解说。啊，是刚刚咧讲一个说，互你压力伤大咧。哦，咱都讲有即个5组共款的物件，就是即个四角箍仔嘛。其实爱小看，你看到即个物件时，爱小可有感觉啊。头壳内底敢若会使斗什么字，甲每一组字词拆成两块。说落来就是你的字数量有够无？或者考验的就是你本身，你的腹内、你的头壳内有这字数量。即嘛有电视嘛，敢若有即个情形，敢若互斗字，像咱算游戏嘛，共款啦。对，这就是一个做算吼，大家好算，考验大家即个头脑反应啦。啊，我这袂有啦，反应袂起来啦。其实因为这个字词甲华语共款的汉字吼，相差无济，大部分比如讲咱讲人体，甲华语讲人体，共款的汉字意思嘛差无济。敢若差伫讲生理，伫咧台语有做生理、买卖、交易的意思吼。但是伊若华语的生理是指咱生物体内各种系统的活动，吼，就是比如讲你消化系统啦，你的呼吸的系统啦，这就是生理现象。甲共款这两个字生理，但是生理伫咧台文内底、台语内底，咱是做生理交易、买卖的意思，小可无共款。那当然，咱直接当然用的是这台语的买卖的意思嘛。那安尼到底斗什么字落去咧？咱用头一个这礼这组来看，礼什么？礼什么品？哈，想看卖咧？唔知啊，唔知。其实个嘛合作什么？一般咱看物件吼，咱像礼这个字啦，咱惯用的这个词，大部分拢是什么礼，较侪用聘礼，送礼，一般是安尼。但是咱这边无啥共款是礼爱放去头前啊，因为后壁这是斗迄个箍仔嘛，所以表示讲什么礼伫后壁都唔对，咱一定要放去头前的，礼爱伫头前礼送。那大概咱伫咧台语词内底较常用的，就定着看到的吼，比如讲礼品。对，这组拄好是礼品嘛，过来礼貌、礼仪、礼数、礼谱，大概这几个字，礼物，大概这几个字，就是礼伫头前，后壁个斗一字的。这个时阵咱就爱去想看卖啊吼，就是讲你甲这几个有第二个这个字，比如讲礼貌的貌，礼数的数，礼单的单，礼谱的谱，摕去斗后一组，就是什么品？会拄好无？因为咱要共一个字嘛。因为你后边爱去斗啊，你毋是敢若斗头前字。咱是两左右方圆是两组，也就是讲礼品会变成礼衫甲什么品，变成两个词。所以比如讲，我若摕即个礼貌的貌，礼貌这词会使，但是貌品毋知啥物件，无即个物件，表示讲貌毋对。礼仪仪品嘛捌听过，礼数数品嘛怪怪。但是你想看觅那礼物咧，物品。物品，咱想讲，物是毋是有可能？但是这是头一组尔嘛，咱后壁佫试验嘛，你袂使讲头一组有过，后壁无过。那第二组字词是啥？第二组字词应该是即个会色，会。那共款，咱有即个物伫咧，因为物咱是因为顶好嘛，每一个箍仔拢是共款，有无？安尼有通无？会使。物色就是咱你找找看适合你条件的物件。物色啊。
那第三组是即个生理，生理若拆开先变成生物哦，啊物理，嘿，是毋是后壁迄个就是物理，安尼有通无？可以有通哦。。第四组是人体共款甲拆开，人体会使合做人物。哦，人物，人物，这一个大人物、大人物，对吧？小人物像即款的，过来伊是人体嘛，后壁迄个是啥？是毋是物体？嘿，物件叫做物体。物体，这个伫咧台语内底嘛有，伫咧华语内底嘛有吼。我目前讲到所有的词伫咧字典里用查的，我有想到一个人体，人身体，人身体，但是你甲头前搭袂起来啊，因为每一组拢爱共一个字哦，你一个字爱所有，等于讲你会拆成10组拢爱会用你哦，对吧？目前我无看过有其他的词会使全部通用的啦。过来上尾啊，即个微散，前面微物遗物，甲物散，物散其实主要是来自即个日语的讲法啦，但后来变成华语。安尼有忝吗？物散丰饶吼，就是讲即个所在生产诚侪物件。对，你用一字爱所有拢会囥会落。你等于讲一字爱斗10组，对，有前的有后的，毋是讲你家己凊彩斗就会使。所以买底就是讲物这个字无对，物品的物，嘿，无错，礼物的物，生物的物，物理的物，人安尼有互你认主诶，这开始自己开始需要小可去思考一个，由一个一步一步来，这个思考的方式、思考的步数，你要照这个方式来讲吼。那呢，咱重新甲进前每一关的这个谜底甲倒起来看卖，就变成城隍庙七爷的思念。哎呀，要送的伊人，赵应宫妈祖庙千里眼的火，后火的火，太平病医单金普先生的这个失，失去的失，西门安康头公大行的总铺令这个信，批信的信，甲咱顶这边啊，就是这个丁梅栈道边啊，这个黄在寿的物，全部夹起来就是思念伊人火失。信物，信物，嘿，就是信物。那呢，咱总算是找出讲千户无愿意离开旧城的原因咯。原来伊是碰见意中人送伊的信物，伊的物件纪念品呢？是，只是毋知影即个信物是啥咧，对吧？咱还佫毋知影。你还会记得无？当时七爷互咱的任务啦，其实有几项。头一项是了解千户是安那毋肯往到地府，第二项咱来找着千户伊本人，毋是本鬼，伊本鬼，伊本鬼，本人已经毋知甲倒去了，本人已经无化成本鬼啊。第三也就是重点，爱想办法，互伊愿意前往地府。咱有3个阶段。那咱目前敢若知影讲，伊是为怎样，伊毋肯离开。咱大知影，原来是物件放无去啊，拍无去啊。伊爱人送伊的物件，但是咧，伊因为伊一直找无嘛，但咱还未找着伊啊，咱未找着千户伊本鬼嘛，拢还未找着。看来也是爱继续来找找即个线索，所以咧，咱就爱来紧来来甲即个黄再修汇报一个，伊有答应嘛，你若甲解出来，伊会甲你讲伊会知影的代志。咱就甲咱解出来即个答案咧，甲即个黄再修去汇报甲讲。自就你甲即个答案来讲，互黄再修听，黄再修听了了咧，豆豆点一个头，伊就讲。看来你不了有悟性，要来甲我学做生理无？对咯，你是要问迄个查某囡仔的下落？认真讲，捌有一遍，我甲迄个查某囡仔相相心，听到伊甲迄个查甫囡仔讲要去烧香啊啥啦。这附近城隍庙真灵圣，凡说你会使去遐甲探听，无的确会使找着啥哦。黄再修最后一句话讲了，一月新顺即个河墘，咱讲伊伫宜兰河边，顺即个河墘的草坡愈行愈远，渐渐就消失伫咧你的眼前咯。无去咯。看来咱的后一个所在，就是爱去面对即个城隍庙咯。咱伫咧进前要行到西门暗坑头，要经过即个城隍庙，迄时讲任务还未完成，咱歹势入去当看来是期限已到啦，你一定爱亲身到城隍庙啊。
咱就先来休困一下，做好心理准备，那么个回来，咱就准备来前往宜兰城隍庙咯。好。你今麦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在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跟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转来，来，就这样讲到，来爱去这个城隍庙，面对城隍庙，城隍爷该问好一个。宜兰城隍庙，咱既然要来去这个宜兰城隍庙，唔知拄着啥咧，吼。伫这个往到咱哪行往这个城隍庙的途中，咱总是爱先来熟悉一下宜兰城隍庙，好啊，吼，来总是了解一下宜兰城隍庙的正式叫做南邑都城隍，吼，南邑都城隍，都城隍就是伊位阶啦，吼。这主神啦，城隍庙的主神当然就是城隍爷。抑个伊的即个夫人咯，咱宜兰城隍庙是有夫人的，就是城隍夫人。另外基本的即个文武判官啦、律部司啦、公司的迄个司、律部司，抑个有咱一开始就当着七爷，头第一关就拄着七爷，个伊的好兄弟八爷嘛拢有伫哩吼。除此以外，甲迄落啦吼，甲七爷八爷就是一个落卡，一个迄落较位。嘿，无错吼。那除此以外咧，还有像即个甲地府有关系庙啊，定定拢会看到的，像观音大师、地藏王嘛拢有哦。另外城隍爷家族啊嘛有哦。咱宜兰城隍庙是有家族啊的。安尼哦。除了拄则讲的城隍夫人以外咧，还有大少爷、二少爷、大小姐、二小姐。我拢看无咧，我去了都遮拜遐拜遐。这几位这叫做神眷啊，神眷吼，神眷眷属嘛，眷属。厝内人啦，嘿啦，厝内神啊，厝内人，厝内神。嘿啦，因迄落神诶，都神族的就对啦。除了神，这几位吼，除了神尊以外，还有神将，也就是咱讲的大神翁。华语叫神将，也是其中一位啦。我知影讲其他所在嘛，无共款的对即个大神翁的讲法啦，什么大神翁啦，吼，即个大神翁啊啦，或者是神将嘛，有人安尼讲。所以讲大神翁吼，讲甲七爷八爷，不就是因两个吗？大神翁毋若七爷八爷，足侪款拢是啊。像你咱拄仔讲即个大少爷、二少爷、大小姐、二小姐，全部拢有大神翁哦。是安尼啊。就一寡像即个地府的阴阳师啦，像即款的嘛拢有即个大神翁伫哩吼。那伫咧宜兰吼，一般大神翁上重要的任务啦，就是伫咧主神要出巡进前的前一暝先开咯。前一暝，比如讲我今日下晡，还是今日日时啊，神明要出巡，前一暝就爱先处理啊，爱先出来，前一暝先出来巡视街路吼，看路的有啥即个孤魂野鬼、恶灵邪怪无？安尼哦，因就敢若古早时代即个衙门的即个官车共款啊，咱主官要出巡啊，你总是。伫路的情形爱先处理一下，你莫讲到时真正有人出来即个画弯哦，不得了啊吼！即个主管可能就讲阮下骹遮个人是发生什么代志，拢无伫认真做事就对啊吼。所以就即个情形吼，一般遮
官册的感觉嘛吼，所以伊就会较歹看面一寡吼，咱真侪人讲大新翁看起来较歹嘛吼，遐有诶无诶较会惊嘛，就是啥呐，大新翁看起来较歹看面，有诶囡仔会惊诶，就是安尼。那敢若有诶人就讲像甲即个囡仔讲啦，讲你若无乖吼，叫警察甲你掠去共款吼。有诶人嘛用大新翁来吓囡仔，嘿嘿。我是建议啦，讲毋管是警察还是大新翁拢毋通啦。后盖囡仔会留下阴影。家己诶囡仔爱家己教，你甲警察也是身边拢搬出来吼。我是讲，感觉讲较失礼数啦，较无礼貌啦，实在无适合啦。包含警察嘛是共款。咱毋是要甲警察来安尼两边敢若母甲真无好安尼，自细汉即款教育是小可有问题啦。以早较会啦，即摆敢尽量拢毋通安尼吼。咱其实若讲到大新翁吼，有几个重点要互大家知影一个。有一款讲法认为讲大新翁的文化就是出自宜兰。过去宜兰对外交通不便，又搁甲北管的即个福禄西皮两派之争有关系吼。咱之前捌讲过即个豆腐倒下番薯皮吼，这有兴趣的朋友会使等于听一个，专门就是咧讲北管音乐即个伫咧宜兰即个所在新旧两派乐派之争的斗争。是动刀动枪动枪动啥拢有吼，当然后壁佫发展成无共款的竞争方式，就无安尼啊啦吼。即大家会使去听看觅。你若看到一般其他县市的即个庙会吼，因有各种灯，像即个亚钢灯、宋钢灯吼，有诶所在讲宋钢灯拢有吼，佫有即个车鼓灯吼，真正侪灯的名，像即款的。但是宜兰庙会会使讲是完全无遮个灯头，你的经验你会发现讲，敢若无咧。咱迄种南部较济，因为咱上济就是大新翁，一仙搁一仙过，足济哦。伫咱拄仔讲的即个鬼车神将以外，鬼差神将吼，鬼车神将以外咧，甚至佫有像即个周公斗法桃花里的周公甲桃花哦，伫咧桃花里啦吼，伫咧罗东的电安宫，电安宫是拜即个先天上帝爷公的，伊庙内都有两些都是桃花里甲即个周公的大神翁。过去甚至佫有出现过些。依山倒海的含梨花嘛有哦，伊的大新翁哦，安尼才趣味，真趣味吼，各种各样真侪款啊。毋过咧，即个大新翁伫宜兰的故事吼，不久的将来我会另外做一集，我已经伫准备啦，专门来讲这，因为足复杂，我若一讲咧一集就过去啊。这真好，真趣味，真好耍。即个文化内底真经济真深啊，真侪通讲的代志。所以咱今日新翁的代志就是先讲到这为止，就点到为止啦，就是。日后我会另外佫开一集，咱先来了解即个城隍庙本身吼。宜兰的城隍庙是宜兰少数伫咧清国时期，清朝、清帝国、清帝国时期就列入即个叫做官司的庙，意思就是讲这是官方有参加着的，甲即个朝燕宫共款拢伊真有历史啊啦。咱迄时讲朝燕宫伫咧有即个柑仔兰城进前就先有啊。若即个城隍庙较晚一丝啊吼，宜兰城隍庙是伫咧嘉庆18年啊，就是1813年的时阵，由官方甲民间协力，大家出钱出力所起造。嘛，算讲不哩久啊啦。因为等于讲。因为嘉庆18年嘛，嘉庆17年是柑仔兰城拄起好，所以一起好柑仔兰城的过年，就是找开始来起即个城隍庙啊，吼，历史嘛真久200多档啊，是讲咱拢知影讲城隍是管阴司，咱知影讲管地府管这几啊嘛吼，大家注意一下吼。管阴司甲阴庙是无共款的代志哦，人城隍爷是正神，是有官方的，这甲你一般讲什么水老妈庙啦、有应宫啦、大将爷来无啥共款，这是正神正庙，这毋是阴庙，这毋是阴庙，大家毋通混唔对去。城隍庙是城隍爷，只是即个赏善罚恶，对无？赏善罚恶，伊较威严啦，较正义，迄落型侠义的。较包公款，故事当中的包公吼，甲正式的包公是无共款的感觉。为着要展现出迄款天理昭昭、明明有数的感觉啦，伊的厝尾顶吼起了较矮一寡，
较低吼。一般庙吼正门拢有即个财天公路啦、主神路迄条，是咱人无互人行，迄是神明出入，比如讲出巡啊，甚至为中者出去，神明出入伫咧用诶。但是若是伫咧宜兰城隍庙有一个特色哦，伊两边诶门，两边诶门，我看你边他讲拢无开，个我开中门，啊个互顶少个呢？是安那？因为你一踏入中门，两边就是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无看你这人有善良啊！会大神人会甲你金金上，就讲你两边，就你一踏入去两边，就是安尼甲你金金上。一家头正对面是啥？就是城隍爷吼。拢互你袂走险。嘿，你若是心内有鬼，心中有愧，毋敢入去。你连来个遮，你连徛都徛袂在。因为边仔拢甲你金金上嘛，敢准备要甲你审判共款，你就是甲人讲你做人爱公平正大，毋通做歹代志。所以宜兰的城隍庙真特别，你必须爱行中门才会使入去。边遐无门，你当然嘛是爱行。伊其实有门，但是随时拢是关掉。对，除非特别哇，当表人足济，你无可能全部拢开迄个门，伊才会开放。节庆个有啦。是，那平常时你要去拜拜，你要去见城隍，你家己心内爱大好知吼，你毋通即心内有鬼啊，搁想要行入去吼，专门咧掠鬼吼，就是安尼吼。当然啦，咱是因为即个有城隍爷的任务在身啊，做人是毋免烦恼啦。是，你伫咧庙内咧，安尼行看西几日，本地想讲，毋知伊搁倒一身会来现形来甲你讲话，现身啊，想袂到，煞拢无动无静嘛，奇怪，安奈拢无人，点是人啦吼，拢毋是，拢无迄个毋是人诶来找我咧，等都无关系啊吼，定定咧看着即款物件。当你还佫伫咧疑问的时咧，看到一面我庙门口的即个花桶，庙仔拢有花桶，拢做足水的。即面花桶吼，刚做了足油的，即古早就留落来花桶，历史真久啊。桶仔门啦，看会出来这是真古早即工艺，除了因为花桶顶悬做的拢真侪有故事啦，有风景啦啥呢？感觉讲看起来有一款即个雅致风味雅致，真雅致安尼。你若哪欣赏即面花桶咧说，开始有感应啊，有感觉咯。哪有一个声伫讲话，细声安尼，毋知伫讲啥。你来啦！无遮恐怖，你是要招啥？无共款的风格吼。即个声咧，熟悉哦，是毋是伫倒位捌听过咧？你甲目睭闭起来，斟酌听，用心听。你听到即个声音，伊讲：是咧。不管我安怎找，拢找袂着当年你送的信物。若无信物，死后我又敢有啥物面去找你？我无我迄场空心夺走我的性命，可是我足恨我家己，恨我无好好守护你的心意。所以，即个人是啥咧？其实迄讲起来就念做一回。即个查某囡仔声，讲伊找无人送的信物，就是伊伫厝。敢讲伊就是7日前后咧。是哩。当你甲目睭搁擘开一看，你的眼前已经出现一个查某囡仔伫遐哭的形体啊，已经看会着伊啊。敢讲你真是找着千好啊？就伫你还搁伫咧丢伫的时阵咧，伊好亲像有感应着啥共款，向摇头为你才看来。既然伊就已经注意到你的存在啊，无咱就趁即个机会，甲苦困一下好啦。既然讲苦困，苦困一下你毋通讲好啦。重点毋是好啦，是爱叫伊当地府啊，咱任务在身，管伊要好毋好。是啊，你就甲七爷找上你讲，甲你交代代志，讲互伊听，甲劝伊讲好啦，时间都已经过遐尼久啊，我看你的即个意中人大概嘛过身啊啦，可能嘛不在人间啦，无的较早就投胎转世去啊，你也是赶紧对七爷八爷回归地府去好啦。千好听你安尼讲了咧，伊就甲你应讲，你是啥？回归地府，
伫我的心愿完成之前，我是无可能去的。莫阁讲啊，你啥都毋知，是要安怎了解我的心愿？若是讲到这，咱就知影讲，敢若咱知咧，对无？咱知影以前毋肯入去地府，毋肯当地府啊，对无？吼。所以咧，咱就来讲互伊听，互伊评判一下，互伊知影讲，我其实知影哦，是毋是因为即个思念伊人火失信物？咱就讲着讲卖底就是这嘛。伊甲人送的定情信物拍无去啊嘛，毋才会到死啊，佫毋敢，佫伫遐揣，佫毋敢见伊的即个爱人啊，惊见着爱人那面无法度交代，对无？吼，自你安尼甲破解了后咧，千和咧，其实伊就现出小可毋敢相信的表情，讲你会知？想袂到你真实知咧，所以伊就讲你知影？对，我确实是碰见沙土上送我的信物。原来伊的爱人叫做啥？沙土桑。然后你若是用汉字念，就做佐藤啦、佐藤、沙土桑。这是一个日本定看到的姓啦，这算讲真正常定沙土桑，敢若是足大的姓啦。果然啦，而即个原在修讲的共款是一个日本人，伊讲捌看着甲一个日本的查甫囡仔做伙嘛。看来虽然讲你已经解开伊毋肯去地府的原因啊。但是咧，因为找无信物，伊也是毋肯离开。那安尼，你敢若嘛，敢若会使替伊倒找即个信物的即道咯吼，伊总是爱互伊等于回归地府嘛。伊共款，伊无迄个信物，伊就毋肯去啊。是。好啦，咱就即个好心做到底，送佛送上西。就既然讲颔棍生瘤拄着啊，咱颔棍生瘤拄着啊，嘛只好甲斗相共啦吼。你就讲无安尼啦，我来甲你斗找啦。我一路行来嘛是种种机缘，才互我伫遮找着你嘛。无你靠我来斗找会有机会啊。那这一路以来咧，我当已经算讲是找人找物专门科啊啦，专业啊，见神见鬼哪佚佗，随时拢伫看着神看着鬼安尼。已经关系啦。你就安尼甲安慰一下啦，讲无我来甲你斗找啦。真好听你安尼讲咧，伊就讲，你讲你要替我找，你一个生人看会着我，凡事也是缘分。当时沙土桑伫送我信物之前，有交互我一张批，爱我又看卖伊要送我啥。若无安尼啦。你若有才调，伫即张批内底，要出伊要送啥互我就相信你。好，来看来这边出题目，甲咱挑战的就是七日本人，本鬼咯，对无？安尼一直安尼吼，照棍子改袂衰袂地安尼。伊讲。沙土桑伫咧要找伊的信物进前，要送伊信物进前啦，送千号信物进前，有写一张批互伊，咱宜兰腔讲批，你讲批嘛拢可以。伊又看卖可见讲因平常时就即个出卖菜的即个习惯的即个惯势伊就讲互你又看卖伊当初是即个查甫囡仔沙土桑就挑工写一张批互即个查某囡仔又看卖讲，你又看卖要送你啥？很烦呢。若要培养即个平常时的关系甲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毋管你是即个男女啊，是男女朋友拢会使就是会使要送礼物进前出一个题目互你。但你要注意一下，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即个兴趣一定要改题目。你若要送人物件，叫人改半工，互人反正会生气。真是了。所以你家己爱斟酌一下。有的人是讲足好算，增加咱两个彼此之间的即个感情互动。有的人是你要送紧送，你莫伫落去啊，莫伫啰里啰嗦。家己爱注意一下千好当摕即张批要来甲咱考验啦。即是咧，你的脑中也浮现即张批内容咯。即张批较复杂。
咱较歹个啊用讲的来解说啦吼，但嘛是大概讲一下，咱的听众朋友嘛是共款吼，会使到网络来去看卖一下。即张批较复杂啦吼，咱较歹个啊用讲的来解说，但嘛是大概讲一下，主要也是请大家家己去 Facebook 啦，或者是 IG、Instagram 顶管看啦吼。即张批倒手边有一个册啊，甲一个十字，对无？而且册仔的顶下左右空间拢有写字，顶面是目睭的目，下骹是2、2、3的字，啊，你的即个相机的喙离麦克愈来愈远啊！你看即个批看甲呢，讲神奇啊！倒手边是咧，你哪看目头哪夹安尼？倒手边是金牌的金，啊，过来是一个正手边是啥？耳孔的耳，耳仔的耳，做耳，吼，拢会使。过来，那十字的部分是切成左右上下四地空间嘛，吼，是不是大家知影？土，左上是土地土，左下是倒手边下骹是八怪乾坤坎离震顺进。对的金，真歹念吼，金，也就是银鸟的即个银，银鸟的银的金字边你甲摕掉，咱八卦内底就即个字吼做金，吼。过来就是正手边顶悬是一句两句的句，下边是一个点，多一个点尔，吼，一点安尼，毋知什么意思啦。往正边撇落来，咱来伊早讲敢若四声啊，华语讲第四声迄个点，但是咱嘛毋知什么意思吼。伫即个册啊，甲十字啊，佮有遮个敢若字的物件的正手边，顶悬有3组奇怪的线条排列，吼，有看到无？这都真实爱请大家家己去看啦，因为这无度解说，这线条排列较复杂。但这3组线条的下骹有一段话，看来这段话就是提示咯。伊写讲，无论这个世界甲咱两人囥伫什么所在，我拢会，我则用情至深来讲这段话，你得我这时阵因为听起来足奇怪呢，我气氛拢走去啊。好，来个定步，来，无论这个所在，甲咱两个，甲咱两人，嗨，重新开始。无论这个所在，无论这个世界，甲咱两人囥伫什么所在，我拢会拍破拘束，甲你斗阵。这是我对你的心意，也是咱彼此的约束。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等我。下骹有署名杀宝，就是本人啦。是，看来你就爱解出迄当时杀道上出互千号七日的谜题，知影伊到底要送什么信物互千号，千号才会来相信你有即个材料，该斗找嘛。你敢看会出千号拍无去碰见的即个定情信物到底是啥咧？咱就请听伊有来解破咯。咱就听好最后一集完结篇咯，吼，一集就是完结篇咯。好，来今日的即个故事讲了，毋知影大家对即集的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 Story 吼，甲伊量较慢的留话互我，尤其是你若是即个Mixer Box 吼，因为你爱评分，我后壁甲我都用即个 Mixer Box 来做一寡宣传，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也是你有伫用 Mixer Box 伫收听嘛，麻烦讲倒支持啊，倒拍星啊啦，拍分数安尼吼。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 Box 嘛，希望你使你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支持甲鼓励。Facebook、Instagram 查找亚特聊聊天，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当然，若是行有余力。愿意一杯咖啡、一包脑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说明区的赞助连结网连啊。亚虎是随喜生意食水甜，蓝山表心意大笔的我嘛介意，不管这也少，感谢你的支持。今日就是到这啊。是，那呢，咱后礼拜就继续讲落去。再见，拜拜。补充一个，你拄则有一句吼，我相信有诶听有诶听无，
毋过若三流拄着啊，什么意思你知吗？你要安怎来解说咧？嘿，无我要互听友去解说，毋是我要解说咯。安尼我解说太济啊啦。好啦，我连讲写一个，我会写伫网络顶悬，但是过一阵啊，等我较有用时我来写。这其实无困难啦，大家若有人听过，有人可能无听过。但是我若比较较少年，应该毋知什么意思。对。好，安尼咯，拜拜。好，再见，拜拜。